各位同學，呢條片呢就係講複數的乘法。咁嘅筆記呢，呢度個的字係重複咗嘅，咁大家畫去其中一個的。咁複數的乘法呢，其實就要先溫習返二項式嘅乘法。咁呢份工作紙呢，大家係做過嘅嚇。咁同大家重溫一下先。嗱，第四題呢，大家計過嘅。呢度呢就係兩項乘兩項，咁乘開呢就係四項。咁當中呢有兩個同類項，呢兩個 y 項呢係可以相加嘅。咁所以答案呢就係呢個啦。而第24題呢 x 加7乘以 x 減7呢，當然我哋可以用呢一條恒等式啦。a 加 b 乘以 a 減 b 恒等於 a 二次減 b 二次。我哋用呢條恒等式，我哋就唔會將呢度呢乘開四項再化簡，太慢啦。用呢條式，咁嘅話呢，就可以將問題呢變成係 x 二次減7嘅二次，好快就得到答案 x 二次減49。好，第52題呢都可以講講㗎。呢度呢就有兩項乘兩項，咁就乘開係四項啦。咁我呢度可以化簡 ，OK？ 咁結果呢就係呢個啦。結果呢個大家做得啱唔啱啊？要對一對喎，啱啊嘛。嗱，如果得嘅話呢，學習複數嘅乘法呢就應該冇問題噶啦。嗱，複數嘅乘法，譬如呢度兩項乘兩個複數相乘，咁大家呢就可以當係譬如2加 3i 乘以3減 4i 咁樣類似啦，咁樣啦。咁好似呢二項式嘅乘法呢度乘開呢後有四項嘅，同大家講一講。A 乘 C 就係 AC 啦。A 乘以 DI 就係 ADI。BI 乘以 C 就係 BCI。BI 乘以 DI。BI 乘以 DI 就係 BDI 二次。變咗四項之後呢，我哋再化簡就可以得到結果㗎啦。不過喺做實際嘅問題之前呢，仲要同大家講一個概念或者一個名詞叫複共握，英文叫 complex conjugates。complex conjugates 呢兩個複數呢，其實好有關係嘅喎。我舉例，有咩係複共握呢？譬如2加 3i 同埋2減 3i 呢，就係一 pair 嘅複共握啦。呢兩個複數呢，實數一樣嘅，而個虛數呢，淨係相差咗個正負嘅啫。咁呢個係一 pair 嘅複共握啦。亦都可以舉多個例子俾大家，譬如-3加 5i 同埋-3減 5i 都係一 pair 嘅複共握，實數一樣，而個虛數部分呢係相差咗正負嘅啫。OK， 好，咁如果係一 pair 嘅複共握呢，相乘同相加會係點嘅呢？好嗱，咁我呢用個例子嚟解釋咗先。譬如我用返2加 3i 同埋2減 3i， 乘出嚟會係咩呢？嗱，由於呢度都係 a 加 b 乘以 a 減 b 嘅形式，咁所以我哋呢可以寫成係2嘅二次減 3i 嘅二次，即係4減3嘅二次乘以 i 嘅二次。
4減9，而 i 二次大家記唔記得係幾多啊？係等於-1噶嘛，咁即係4加9 13。嗱，好特別，留唔留意到？有咩特別啦？呢兩個係複數，乘出嚟係咪複數啊？唔係喎，佢係一個實數嚟嘅喎。嗱，唔單止咁啊，呢兩個複數如果加埋咧，會係等於乜嘢啊？嗱，計一計咯，拆咗個括號，咁3i 減3i就係0啊，咁2加2就係4。咁你留意到咧，呢兩個複共額加埋，原本佢哋都係複數嚟嘅，但係加埋之後咧，呢一個咧係一個實數，冇咗嗰啲 i 啦，見唔見到啊？呢兩個都係冇 i 噶，係實數嚟噶。因此，我哋填翻上面 a 加 beta alpha 加 beta i 乘以 alpha 減 beta i 就係 alpha 二次減 beta i 嘅二次。OK， 咁跟住再化簡就得到結果啦。另外 alpha 加 beta i 加 alpha 減 beta i 咧，就係等於2 alpha beta。呢兩個咧出咗嚟咧，都會係實數嘅。咁呢個概念咧，大家一定要記住，複共額加埋同埋乘埋都必定係實數。OK， 好，咁我咧就會係做後邊嘅 A、B 同埋 G 三個例題。喺呢一題裏邊咧，就係要化簡各個數式。答案咧就以 A 加 Bi 嘅形式表示。A 將 i 乘入去就-2i 加 5i 二次，而 i 二次咧就係-1，咁所以咧就係-2i 減5，但我哋咧係需要咁樣寫嘅，因為 A 加 Bi 形式啊嘛，實數喺前面，個虛數喺後邊。OK， 好，跟住 B 咁首先就將3乘以1，跟住3乘以-2i，跟住7i 乘1，最後咧就係7i 乘以-2i，7i 乘以-2i，正負得負，7×2就14i 二次。好，呢兩個咧有得加嘅。再一次啦 ，i 二次咧係-1，咁即係3加14就係17啦，17加 i， 咁就完成咗 B 啦。咁跟住第三題咧，我就做個 G 俾大家睇，係啦 ，G 或者我做 F 啊，做 F 啊 ，F， 大家睇睇呢度，2加 3i 乘以2減 3i， 留唔留意到咩啊？仲記唔記得啊？呢兩個咧係複共額嚟嘅，就係 A 加 Bi 乘以 A 減 Bi 嘅形式。咁點做啊？睇翻之前係咁做噶嘛，我 highlight 咗佢先，係咁做噶嘛。好，咁即係話咧，呢度係2嘅二次減
括號3i 嘅二次，4減3嘅二次乘 i 嘅二次，即係4加9就13。OK， 好，我想同學呢完成晒第一題嘅，由 A 做到去 J，A 做到 J。好，我哋對下答案。C part 呢兩個複數相乘呢，我哋可以當係兩項乘兩項咁樣，變成4項啦。咁呢兩個呢係可以相加嘅，變成係16i。而後邊呢個運算呢，用翻我哋之前嗰啲方法，i 二次等於-1，咁呢個就係加4啦。連埋前面嘅-15加埋一齊，咁答案呢就係-11加16i啦。D 嗱 D 呢，大家留意到個樣係咪好似括號 A 加 B 二次咁啊？我哋就可以用恒等式 A 二次加 2ab 加 B 二次，就變成咁啦。好，跟住就逐個呢去化簡。後邊呢度我哋一樣用翻嗰個技巧。好啦，唔多講啦，答案呢就係5減12i。我哋都可以用翻呢頭先個方法，即係話將佢變成好似係 A 二次加 2ab 加 B 二次咁樣。個答案係7加21i。G 留意一下 G 呢，呢兩個一樣嘅，而個虛數部分呢，虛數呢係相差咗個正負，咁所以呢兩個呢係複共厄，一 pair 嘅複共厄，咁你就可以用複共厄嘅乘法即係呢個啦。咁答案呢就係145。嗱，呢一 pair 都係複共厄啦，都係用翻呢個方法啦。咁答案呢就係19。好嗱，呢一 pair 係咪複共厄啊？冇錯嘅，只要我哋呢將呢兩個複數呢稍為調轉一下，呢一個變成咁樣將兩項調轉，而後邊3加6i 呢寫成係6加3i，咁好明顯啦，你見到呢兩個呢係複共厄，就可以咁做啦。OK， 好啦 ，J 呢兩個係咪複共厄呢？嗱，我解釋俾大家睇。呢一個複數，如果調轉一下就係6減3i，咁邊一個複數同佢係一 pair 嘅複共厄啊？嗱，都係翻嗰個原理，實數一樣，複數呢係相差咗個正負。OK， 咁所以呢，呢一 pair 先至係複共厄。呢一個-6減3i 呢唔係，不過，如果你留意到呢度一樣，而後邊呢淨係相差咗個加減號，雖然呢兩個唔係複共厄，但係都可以用A 加 B 乘 A 減 B 嘅方法寫成 A 二次減 B 二次，都可以好快咁計到不過如果你留意唔到呢樣嘢，你照將呢度呢乘開變成4項再化簡都得，不過係嘥咗啲時間啫。好，咁所以呢，同大家重溫翻複數嘅乘法呢，就係基本上將佢乘開變成4項，然後再化簡。要特別留意 i 二次呢係等於-1。另外，如果相乘嗰兩個數係複共厄嘅話呢，好似咁嘅話呢，係可以有快捷嘅方法嘅。好，呢條片就同大家講複數嘅乘法。